兄弟平安，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主。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生命报答伊。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谢我的愿。圣诗第6首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请起立。
请三甲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li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试，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列岛以内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6英久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，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方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外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7篇。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三甲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生命的石盘，你是阮随时的帮衬，因为你钉伫十字架的疼，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互阮会当搁再一摆甲主相结连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主啊，因为阮的软弱，互阮常常伫黑暗中来得罪你，赦免阮的目睭，因为阮看手机追剧的时间比看圣经的时间较久。赦免阮的喙，因为阮讲批评人的话比鼓励人的话较侪。赦免阮的心，因为阮疼家己较赢疼你。赦免阮的骹，因为阮佚佗世界的时间行的路比传福音行的路较侪。主啊，赦免阮常常将你的话放伫后壁，将家己的需要放伫上头前。主啊，我嘛知影，靠阮家己无法度来改变世俗的生活甲习惯，无法度改变阮爱批评、爱计较。爱怨妒，常常失志，离开主的疼。求主帮衬，除去阮肉体的软弱，提醒阮爱常常甲主亲近，帮衬阮过得胜的生活，脱离你无介意的代志。主啊，今仔日是一礼拜的开始，嘛是上重要的日子。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欢迎圣神伫今仔日的聚会中间。做感动的代志，拍开阮的心，互阮会当借着诗歌、敬拜、祈祷、信息，甲主有美好的团契，享受主的同在。求主甲圣歌队的兄弟同在，每一句因所唱的诗歌，亲像伊咧对阮唱诗歌，
安慰阮的心。求主甲将牧师同在，透过圣神的溃烂，互伊讲出来每一句话，拢亲像是你伫对阮讲话，鼓励阮。求主拍开阮的耳孔，甲阮的心，将今仔日你要互阮的礼物，丰丰富富刻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更新，成做一个遵趁你的旨意、闻地你有福气的人。愿安尼恳求甲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占美，请本堂圣歌队献诗，因要献诗的诗歌是咱永活的愿望。当恁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，以及袂通了解咧死亡的时，就自身仰望国外的基督，咱的永活愿望，伊担一日全能上帝的大名，享受一切威仪甲荣光。就听伊热切的声在讲：无得惊，我是永活的主，我捌受死，总是看。活地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但恁也要活地。主心我主，我有功。
恭读上帝的话，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57到62节。因行路的时，有人对耶稣讲：“你无论倒落去，我要綴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予你有空，天中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。”佮对一人讲：“綴我。”迄人讲：“主啊，互我倒去，先埋葬我的老爸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出伫死人。”埋葬因的死人，若是你，就去传播上帝的国。佫一人讲：“主啊，我要綴你，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相识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既若手换礼尾来看后面的，无合伫上帝的国。”圣经读到遮，讲道请本堂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。军队耶稣的准备。咱搁再一摆三脚来感谢，特别阮感谢你，伫圣殿聚集仰望你的荣耀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你的会堂，充满每一个人的心，激动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搁再一遍日子来军队你。感谢你用你的圣神来引带阮来进入你的真理的内底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两位阿姐，大家平安。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军队耶稣的准备。咱真侪人拢足爱受到祝福，咱拢讲上帝祝福满满，毋过。咱较少讲到付代价这项事。耶稣的门徒彼得慢慢问耶稣讲：阮安尼第二，到底阮会用得到啥物？这是忽略一个事实，就是现在跑掉了。好，现在的代价。咱会决定咱将来会得到奖赏，地上的代价会决定咱未来伫天顶，咱要得到啥物款的奖赏。今生的代价来决定咱永远的一个奖赏。好，所以伫军队主耶稣咱来思想的是，你有想清楚无？你爱付出啥物代价？伫大斋节期的时阵我要透过这段的经文，透过主耶稣甲三个人中间的一个对话，那对主耶稣的回答的内底，咱看到做主的门徒要来军队主的人，必须来付出代价。咱敢有考虑清楚？真的要军队主耶稣的脚步吗？你有经过清楚的计算了后，咱决定讲咱要来军队耶稣吗？军队耶稣爱有一寡准备。咱今日要对三方面咱来思想。一个军队主耶稣是一个无看头壳的一个一条路。过来，军队主耶稣咱有一个准备，咱绝对唔通找借口来演前。过来。军队主耶稣呢，一个准备，咱来绝对的一个交托，咱来专一来信靠上帝。好，咱第一个是一个无看头壳的一个所在啊。第一个人主动来甲主耶稣的面前讲：“你无论打落去，我要对你啦。”这个人是一个志愿军啊。伊讲：“我主动要来军队主耶稣。”咱知伫读即个经文的进前发生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伫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，就是耶稣耶稣带即个彼得去山顶一个祈祷的时阵，伫遐伊来改变伊的面貌，然后有摩西甲以利亚伫遐甲伊三角伫遐来讲话。所以呢，伫迄个所在，彼得就讲：“哇，主耶稣伫遮真好，
咱来打三个了一个互你，一个互摩西，一个互以利亚。然后当因落山的时阵，伊阁医好一个被鬼附身的一个查甫囡仔。所以伊遮军队耶稣遮的门徒看到拢是啥？哇！即个耶稣甲以利亚做伙，甲摩西做伙，赖阁遐尼有关联，阁一个医好即个啥？一个囡仔。然后耶稣甲因讲我要第二次，阁甲因遮的门徒讲啥？我要要受难的代志，阮都完全毋知影讲即个耶稣咧讲啥。伊搁咧讲，当耶稣咧讲伊要受难的时阵，遮个门徒搁咧争啥？讲哇，主耶稣啊，你若有一天啦，你做总统的时阵，我要徛你的边仔做立法院长，一个做伫边仔做啥？行政院长。因搁伫遐坐坐啦。所以伫第9章的51节，伊讲耶稣被接上天的日子到啊。伊决定要即个耶路撒冷来行去，面对耶路撒冷行去，即条路是耶稣要行的路。毋过，遮的学生敢看到的是啥？哇！耶稣规个面貌拢变啦。伊甲摩西做伙，甲以利亚做伙，伊有异地的关联。伊想讲好康的来啊！所以咱看到即个门徒所想象的。军队主耶稣是啥？得到真好的代志。毋过主耶稣讲毋是安尼。咱来看第一个，军队主耶稣是一个无看头壳的所在。所以第一个人来甲主耶稣面前讲：你无论打落去，我要缀你。缀你是啥？得到好康的吼。主耶稣的回答，哪像甲破一盆的冷水。耶稣讲：你看，互你有空。空中的飞鸟有想，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啊！主要说伫遮是要爱即个人想清楚。你看即个狐狸，你看空中的飞鸟，你甲伊做一个比较。军队我有当时你生活比伊搁较歹啊！你无通甲因比拼啊！所以主要说伫遮讲无看头壳的所在。这字面的意思哪亲像咧讲一款的物质上的欠缺，也是过着一个真无稳定的一个生活。当然有当时咱看圣经袂使照字面即个完全来看。不过伫遮狐狸的空中飞鸟的树，看头壳的所在。我看头壳的所在，我就用枕头好啦。咱定定看头壳，毋是用枕头咧看头壳。我就用枕头来比喻，互咱想到啥？互咱想到啥？咱少年的时阵若出去外口忝凊彩倒咧倒塔困，对吧？管伊看头壳的所在是啥，都甲困落啊，对无？咱年纪哪来哪老，你会感觉咱出去互你住5星级饭店5星级饭店的枕头，人家足好诶。你倒伫遐，你安那困袂去？你人家困袂去呢？你较安怎拢想到恁厝迄粒臭汗酸的迄个有臭味的迄个枕头？看到迄个枕头，你就感觉厝里的枕头，你感觉足安稳的。年纪哪来哪年长的时阵，咱已经安那迄个咱对迄个熟悉感的迄个渴望，迄个兴奋的所在，咱常常会安那，咱常常排斥，我们抗拒呢。咱常常去找迄个惯性的依赖，我爱用迄个石头，迄个枕头啦，咪石头吼。迄个囡仔有人家出门，伊一定爱载迄个囡仔，也是咧迄个枕头，伊才困会去呢。这人就是安尼年纪哪来哪长大的时阵，咱哪来哪无爱安那改变呢？去兴奋的所在，咱来想讲我无爱去啊，下暗拢困袂好，迄枕头就是阮兜迄粒，有无？所以咧，一个人咱若对即个看头的所在，迄个枕头、迄个树迄个空迄个家咱哪来依赖感，哪来哪动啊？所以当咱上帝要叫咱迁徙的时阵，你去迄边，去迄边来服侍我，咱有通讲上帝讲无啊，我无啊。所以咱常常对袂着上帝的脚步，主耶稣的脚步，最后无啊啦，对主耶稣遐尼艰苦，
定定连困都袂好啊困，煞去。咱是毋是安尼？渐行渐远，到尾咱放弃来军队主耶稣。主耶稣讲即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讲你愿意付出代价无？无论我叫你去倒位去，你愿意行动无？你愿意改变无？有一本解经书的作者安尼来讲即段的经文，伊讲啥？伊讲假使咱若互人别人误会，掠讲参加教会，毋免带来生活上、性命面顶上较大的改变，安尼可能咱大大伤害着教会。颠倒边，咱应该互伊明白，甲因遐人讲，参加教会了后，你性命、你的生活绝对有真大的改变。遐想要军队主耶稣的人，必须爱明白这点。当你进入教会，你的性命已经会得到真大的改变。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无？这是一个解经家对这段的经文伊所提出来的批判。圣经对教会有真侪描写，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充满上帝疼的一个属灵的家，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度。我伫遮佫加一个无伫圣经内底，我讲教会是一个上帝的所属台啦。我会安尼讲，因为我咧看即个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传奇》，有一个拍做电影《黎明行者号》迄个所在。即段即个故事伫即个电影咧拍的时阵，无甲伊真清楚甲描写出来。伊讲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叫Eustace， 伊对细汉即个人甲人足歹做伙啦，伊拢足骄傲，掠讲我啥物拢对，爱掠我最中心，所以人缘足歹，伊无法度甲人好好来做伙。那即个冤家的时阵，绝对是别人的毋对，我绝对袂，我绝对不会错啦。所以伊一直无朋友啦。再有一天，伊甲伊的表兄甲表妹表兄妹进入即个纳尼亚的即个世界内底，伫一遍真偶然的即个机会内底，即 Eustace 变成一尾龙啦，一条龙伊足惊因为呢，伊变做龙的时阵，伊无法度甲人接触，因为伊一开喙要甲人讲话的时阵，迄龙就火就喷出来。会甲人烧掉，所以伊若要活去的时阵，大家看到伊来，就紧的走去面。所以有时伊讲伊做一个龙的时阵，伊感觉真孤单啦。顶个做人的时阵，要甲人冤家，要甲人相拍，搁一个对象。即阵做一尾龙的时阵，完全无机会。所以伊足茫然转去甲顶个做一个做一个查甫囡仔迄个款式，毋过无法度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伊拄着即个一只狮叫阿斯兰。咱知影伫纳尼亚的故事内底，迄个狮拢代表是啥？主耶稣。伊拄着即只狮叫阿斯兰的时阵，阿斯兰甲即只龙，即 Eustace 变成个一只龙，甲带去一个水池的边啊。这 Eustace 就伫即个水池的边啊，照着即个水中的倒影，看到家己哇，我哪生做即款型啦，遐尼歹啦！伊就想起伊做查甫囡仔的时阵，做一个人的时阵，伊用自由伫即个水的内底，自由伫遐啥？伫遐咧受水啦。所以伊足心善，我用转去甲顶界迄个人诶做查甫囡仔的时阵。边仔阿斯兰就甲讲，即只狮就甲讲，恁参像蛇共款啊，恁甲家己迄个身上的壳甲烫落啊。伊讲用烫伊就开始甲家己的壳一顶拔开，第二顶搁甲拔开，第三顶搁甲拔开，拔三顶了后，伊发现讲，哇，我身上的壳搭搁遐尼厚啦，搁遐尼歹啦，伊绝望啊！即阿斯兰讲，即只狮就甲讲，要互我甲你试看卖啊咧，你倒伫即个涂骹，
这亚斯兰人春秋以这个狮的这个爪子对这个尤斯提斯的行径安那，甲用足巨大的气力啊，甲扭落来。伊讲哦，这个尤斯提斯讲，哇，真的哦，我毋捌遐尼疼过，我一世人毋捌遐尼疼啦。毋过一个扭落来，伊规身躯的壳怎啊呐，落了了。啊，然后这个基特赛吼，亚斯兰怎甲加咧，怎甲弹落迄个水底。因为打开始迄个壳完全掰开的时阵，落咧水囥咧水底，哇！这皮肤小可会无爽快，会疼咧。毋过过无偌久，伊马上会用伫即个水池的内底自由伫遐来收过去。这亚斯兰甲即个尤斯提斯对水内底甲扭出来，为着伊搁加穿一领金的即个衫啦。这段故事咧讲啥？这就是保罗所讲的：脱去旧的人，穿起你新的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啦。早又要来脱去咱旧的人，穿上新人。你要军队主，咱爱有一个准备。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，要互上帝咱来动手术，甲咱即个足够的即个壳，互咱无自由的壳，互咱看到咱就惊的迄个壳，甲咱脱起来咧。迄个壳，互咱无法度伫水池的当中自由来收来收去啊！咱每一个人都亲像即只灵共款，咱心上拢有厚厚的壳啊。我们也常常一讲话就喷火，要伤害人。所以咱愿意军队主的时阵，咱有准备好无？亲像即个灵共款，迄足疼的。伊讲我一世人毋捌遐尼听过。毋过呢，军队主你爱有准备来，甲咱的即个枕头甲囥一边，上帝叫咱去倒位，咱就可以。上帝嘛准备好，当咱的壳来足够的时阵，伊要用手术刀甲咱脱去迄个旧的壳，要互咱穿上新人啦。你有愿意无？过程真疼，毋过伊要互咱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搁来，第二个。绝对无找借口来演钱啦！吼，伫遮搁一个人上帝主耶稣对另外一个人讲来对我，迄个人讲主啊，互我倒去先埋葬我的老爸啊！用我倒去来埋葬我的老爸，这是一个足合情合理的一个要求。你免讲，你袂使讲伊毋对，甚至。你爱讲伊足有效的。犹太文化甲华人的文化拢足重视即个死了后迄个哀荣啦，爱互即个死的人得到阳光啊，甲入土为安的即个观念。有一个学者咧描写讲，无埋葬老爸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。一个犹太学者讲，即个埋葬老爸的责任，甚至大过啥物来读即个律法，来伫圣殿的服侍，甲行割礼的即个仪式啦。所以即个人讲，用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，真合情合理啊。毋过即句话有三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。伊的老爸打过身吼，所以呢，伊爱无闲办个别礼拜。即个学者讲，即个无可能。一个老爸打过身咧办个别礼拜，伊哪有时间来军队主耶稣伫遐听伊讲话，看伊做一代志，伫遐行神迹。这个第一个不可能。第二个，伊讲啥？伊的老爸已经过身，毋过照着犹太人的一个风俗，可能伊爱收一个哀悼期吼，即个哀悼期期满了后吼，伊才来军队主耶稣。通常即个哀悼期是1年的时间。即个圣经学者讲，即个嘛无啥合理，即个无啥合理。第三个，所有的学者拢讲，即个较可能吼。你听吼，即个人的老爸根本也未死。莫讲伊那像已经那像要临终啊！迄个人讲话的意思，这个人的意思是啥？
等我来养饲我的老爸，尽我有效的囝儿的责任，一直到伊死了后，我为伊来办好告别礼拜，我才来军队里。用我转去埋葬我的老爸，即句话一直到即阵中东的一个巴勒斯坦的所在，嘛定定有即句话，很常见的一个风俗，一个习惯。有一个英国的官员，伊讲有一个足巧的一个阿拉伯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呢，伊足巧的，成绩足好的，伊得到一份真侪钱用来供应伊读即个牛津大学甲剑桥大学奖学金。毋过伊甲即个官员讲你爱等我埋葬我的老爸了后，我就会来领即个奖学金，我就会来读册。即个时阵。伊讲即官员讲伊的老爸游玩足健康伫地，而且才40出头呢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搁等我可能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搁较久。即个人对主耶稣提出的借口嘛是安尼：你互我尽我的责任，我要来养饲我的爸母，所以搁较等一下。这拢是人之常情，这嘛是合情合理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咱着安那，咱着孝敬咱的爸母，敢毋是嘛？这是上帝予咱的命令，敢毋是嘛？但是咱搁一位的圣经，咱看到以诺甲上帝同行300年，有一个伊上是搁做一项代志，安那？圣经讲啥？生儿育女啊！所以军队主耶稣甲主耶稣同行，甲生儿育女，你爱做一个老爸的责任，这并不冲突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上时可能是真侪人的囝，咱爱去友靠咱的老爸；咱上时咱嘛真侪人的老爸，咱爱去养饲咱的囝儿。咱拢有咱伫世间应该爱尽的一个义务甲责任。毋过爱会记，这拢是理所当然的责任。毋过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责任，毋通成做咱拒绝咱来军队主耶稣的一个借口啦。每一个服侍的人，拢有伊伫地上的责任，拢有所以咱定定服侍的人，咱身上拢有几个身份啦。毋过咱毋通因为迄来拒绝。主耶稣对咱的呼召，主耶稣常常讲，对我歹势，互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，我来养饲我的老爸。这个有时候是不冲突的，有当时咱咧养饲老爸中间，咱咧尽地上的责任的时阵，咱拢会加添，咱这边服侍会加添咱的困难主耶稣讲，互死人埋葬因的死人出在死人埋葬因的出来。这第一个死人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伊的灵性已经死啊，伊对这个上帝的代志总无关心。上帝交托伊你着去传福音无？伊完全无感。这就是灵性的死。第二个死是啥？就真的死啦，咱的肉体的死所以出在这个对上帝的使命，对上帝所交托的这个人完全无感的人，出在因去去埋葬这个肉体的死人上帝意思，这主耶稣意思就安尼。所以伫遮，若是咱对上帝的这个使命呼召咱若有一个感动，咱就必须爱当机立断伫遮，咱知每一样代志拢有伊的关键性的一刻。咱是毋是想起来，咱的一生当中咱有当时一个这一刻，我们拒绝了，好像这件事就没有办法完成了，就错过了，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。你想看卖有这个情形无？所以当上帝正神甲你讲，你就打电话去关心一个人，甲传福音。今仔日你就爱马上去做。今日主耶稣甲你讲，你就下面迄个人，你马上就爱去做你姊妹，甲明仔载甲将来有一天对你的字典甲提掉啦。主耶稣交代你去做，你就去做，因为因为今仔日上帝予咱每一天拢是真好的日子。虽然每一天拢有明仔载，但是你毋知影，倒一天是你上尾一天。
所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必须爱安怎及时，甚至咧呼召的时阵，咱爱知咱身上拢有咱的义务。第三，绝对的交托，甲专一的信靠。搁一个人讲，我要缀你，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3时啦。第三个人讲，伊要甲处理的人3时。3时的意思就是讲，互我转去，互我甲处理的拢安顿好了，我才来对主耶稣。这嘛无啥毋对。伫伊的心内底，若是有对处理的人，对伊身躯边的人有真济的事来无法度来放下，直到伊无法度马上来军队主耶稣。主耶稣讲啥？讲手还利未人不配入天国啦。手还着利未人，搁往后看吼，这是当时伫巴勒斯坦一个俗语啦吼。一个人手啦还着利未，搁毋是安尼足认真，爱伫看头前伊摕出来迄个钩弯弯会弯伊出。所以这2节的经文咧讲啥？一个军队耶稣的门徒，伊必须爱有一个专注的目标，注目的一个目标。迄个目标就是主耶稣，甲主耶稣所托付互咱的每一个人的使命甲呼召。一个门徒必须爱来军队伊咱知咱每一个人运势无共款，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田嘛无共啦。你咧犁田的时阵，你莫看讲边迄上帝在对遐好，予伊一个水田，我即区田咧，大屁屁，搁做石石头足歹犁啦。毋免去因说啦，上帝互你的，你着认真伫遐来工作啦。所以毋通去看别人，我嘛毋通回头看，专心伫上帝所交托互你的遮的代志。英国有一个教会的清洁的同工，有一天去拍即个牧师的门敲门，伊讲我要离开啊。这牧师讲你离开我嘛会用了解因为伊的啥，伊一个残障的儿子中了乐透所以伊嘛是即个奖金的受益人啦所以呢，伊个牧师直接要来甲牧师3时。伊讲牧师每一个人拢甲我讲，甲我即个工作家辞掉，一世界去旅行，毋通阁去过以前迄个真做迄个清洁工伊讲即个建议也是真吸引我。毋过牧师我足爱我的工作，我足爱互上帝的厝，成做一个真清气。真舒适的所在，大家拢足欢喜伫即个教会内底来做礼拜。我足爱用即个方式来服侍上帝。你甲我讲我爱死也免死。牧师无甲回答，伊过一下就甲牧师讲见在因外口的人要讲啥啦？上帝爱我做啥，应该是我重视的。伊上帝呼召我伫即个教会最好清洁的即个工作，所以我就决定啥，我要留来。所以军队主耶稣毋是爱一定爱去读神学院做牧师。军队主耶稣有一个真大的意义，就是上帝伫咧呼召你迄个所在，你有注目伫主耶稣的身上，手还犁尾，专心来耕作上帝所予咱的迄个土地无，迄个田无。有真侪人伊的心是活伫过去的，所以呢，伊若犁田的时阵，伊就哪回头看。圣经内底有一个回头看，结果足凄惨的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罗得的因某啦。当伊来离开索多玛的时阵，上帝要用大火来灭亡迄个城市，伊毋甘啦。我遐厝豪宅呢，我伫遐真好的地位呢，头就回头看，变做啥？盐条啦。所以你即摆会记哩，咱毋通一直回头看。咱有一个诗歌叫做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》，古早的诗歌，这首诗歌我最爱。伊讲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特别第3节，十架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。
有没有？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这是一个印度的北边一个罗哥族的一个民谣啦。你知这罗哥族伊若要信主吼，伊就爱安那放弃继承权，脱离伊的家族，然后呢，朋友看袂起伊，所以当伊若要唱出这个我已经决定要来军队耶稣的时阵，永远无回头的时阵，这需要真大的勇气啊！最后，南门70年有一个主题，徛得在得到阳光啦。我常常咧想讲，伫即个世俗的文化内底，伫台湾全世界基督徒教会一直哪来哪弱势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伫即个世俗的一个文化内底，咱们教会袂伫未来，互即个世界的洪流甲咱吞食去，互咱永远会徛得在啊！当我咧准备即个讲章的时阵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基督教2000多年来，受到真济的迫害，即个信徒有足济人拢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失去伊的性命。基督教有安尼来消失无？无啊，永远徛得在啦。其中有一个真大的原因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，上帝拢呼召一群的门徒来军队伊啦。所以2000多年来，基督教徛得在是因为有门徒，会记哩吼。所以徛得在，应该是咱们未来要徛得在，毋茫大家拢会变成门徒。我相信70年了后，这的门徒都亲像2000多年前这的门徒共款，会继续互咱们教会永远徛得足在，并且得到上帝的荣光啦。这阵的门徒亲像倒伫迄个世界咧听候的门徒，这本册所讲的。即个门徒对这个世界有两个双重的责任吼。一方面，这门徒活伫即个世界来服侍、来做见证；另外一方面，伊必须避免互这个世界的文化来甲污染、来甲同化。所以，因无愿意为着要维持圣洁来逃闪、来逃离这个世界，伊嘛无愿意为着要认同这个世界来牺牲因的圣洁来随波逐流啊！本徒是关心军队主耶稣的人，伊袂随波逐流。亲像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底，伊是一个专心军队主的人，伊随时准备要来甲伊的枕头来单调，要接受主耶稣为伊来动手术，来成做一个新的人。相时，伊嘛愿意马上呼召上帝的这个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伊无听候，过来，伊是一个换手换利尾，专心来耕作上帝所予伊的这个产呐。所以，咱们这个世界需要门徒来军队主，咱们教会更较需要门徒来兴起。我相信，咱是按照一个耶路撒冷十字架的荣耀来迈进的一个教会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特别感谢你，伫大节节期的时阵，互阮阁照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思想，阮一生我要来军队里的时阵，阮必须有准备，阮必须来付出代价。主，阮恳求你，搁再一遍帮助阮的软弱，互阮久久无来军队里的人，互阮跟得上脚步。主，阮恳求你继续施恩伫阮每一个人身上，互阮南门教会兴起搁较侪的门徒。甚至所有的兄弟姊妹都真做你所拣选的人，耶路撒冷十字架迄个阳光来迈进。感谢你，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诗373首，救主耶稣我的字。
请坐，即摆要来奉献，请李梅心执事甲石博刚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382，我的疼痛求助赞。请坐，即马来报告。第一点，欢迎大家今仔来礼拜。对牧师今仔日去代表台南新学院去台中的道行教会请安。第二点，后礼拜要开中集会，请中集来参加。第三点，70周年的纪念衫吼，今仔日登记最后一天。未登记的兄弟，请登记。详细咱请看第6版的说明。第4点，70周年，即马有真侪活动吼，即马小会估计总的预算差不多100万，兄弟若有感动，请奉献。第5点，咱有70周年有一个网球甲桌球的比赛吼，请赖长老来甲咱报告。是毋是请到圣丰执事甲博彩执事来头前？
廖林兄弟大家平安吼，遥控器，无牧师，按哪一个？起来讲。廖林兄弟大家平安吼。咱运动会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吼。咱以前是奥运年拢有参加。这是2013年，有较无清楚啦吼。2013年咱伫淡水有60周年的纪念运动会，迄年我那真精彩吼。咱看。阮延泰，这个是阮延泰，看顺就知影。开始是走输我啦吼，但是尾啊因囝阮诚信倒边徛起来，一直甲加油，上尾伊走赢我吼。迄年落雨，所以咱的运动会对室外走来室内吼，大概四牧师甲张牧师主持吼。迄年非常的欢喜。迄年开始，咱有做金牌、银牌、铜牌、甲锡牌，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吼。这不管第几名，看起来拢金的吼。前礼拜张牧师甲咱讲，这是纯金吼。我伫面顶讲纯金，但是看起来啦吼，看起来真正金闪闪。后壁佫有写一个70周年，足有纪念性的吼。所以望咱今年吼。咱特别咱的运动会吼，逐年拢有的就是网球赛，就是咱赵庆宏教授吼，伊是咱北中第1名，规个北区上高拍的吼，逐年拢有参加。咱看仔细看吼，迄挂乌目镜的吼，穿乌目镜迄个乌长老甲董惠美教授，乌目镜嘛会当得冠军吼。所以表示讲，不一定要足够拍啦吼，来就会使啊吼。另外就是乒乓，这是旧年的乒乓吼，咱真侪囡仔，真侪青少年主入学，但是咱若仔细甲看吼，倒边看到美英姐吼，个杨玉石长老，甲吴美容长老吼，拢啦啦队通通有奖吼。所以咱伫遮是要鼓励大家啦吼。即马头拄宁宁有讲下面还佫有衫，迄衫前礼拜硕伦执事伫遮有甲咱介绍，是 Uniqlo， 是有品牌哦。Uniqlo 吼，伊甲讲，实在是阮咧讲拢讲有你够了啦吼，有你就够了吼。Uniqlo， 实在是伊个意思的 unique logo。就是硕伦讲，咱这边有足独特的 logo， 这个独特的 logo 伊拢无爱互看到吼，中央嘛无看嘛吼，拢唱调咧，到时毋知啥物款吼，独特不一定很喜欢吼。不过我们今天先把奖牌拿出来，奖牌你拿到一定很喜欢吼。真正将来过30年后，你有参加的人，过看这块牌啊吼，一定足有感触的。我10年前60周年哦，我去运动会吼，我勇夺第4名吼，因为迄年分4队，我夺第4名吼，加在无分5队，煞无牌啊吼。所以咱今年比赛，我那拢分4队尔，参加的人通通有奖，通通有奖牌吼。咱详细迄个时间、地点甲内容，是毋是请赵庆宏执事来甲咱报告网球，博赛执事来报告乒乓。大家平安哦。迄个，阮虽然网仔球毋是介济人咧拍啦吼，总是因为教会在碰70周年，所以阮组长吼赖医师赖长老真用心，真甲阮鼓励啊。但是阮因为大都真济已经拢相当有年岁走也无啥会行安尼吼，所以这先甲大家抱歉较歹势。因为未来就是下拜六18迄天，
咱伫点半到4点，伫台大网球场556球场，伫遐要来比赛。啊，咱有即个比赛前有一个礼拜的仪式，啊，毋茫有较侪兄弟会当来参加，不管你会晓拍袂晓拍，拢来。啊，即马拄啊碰到台大杜鹃花季，伫昨举行杜鹃花季个，所以即马杜鹃即马真开了真水，啊，台大迄个环境也真好，啊，所以毋茫啊，伫后礼拜，大家兄弟时代上若较好势，欢迎拢恁做伙来，感谢上帝。有点半到4点。哎，大家平安。你好。阮这边这个70周年，咱的这个桌球比赛希望说咱的兄弟姐妹大家来参与这边的活动。阮这边就是4月2号，这个点半伫咱的地下室的所在咱希望讲有这个个人的挑战挑战赛，加这个团体组的这个挑战赛。我就希望大家在报名，阮伫个1楼的柜台遐有报名的迄个纸，你要来参加，比方说你甲恁有啥物人要做伙来加油或什么，要几个人数啊，共迄个登记，安尼名才清楚。最后留个电话啦吼。那阮要统计讲，这个4月号有偌侪人要参与，阮要准备迄个餐点，才正确的餐点来准备。希望大家来参加，不管会晓拍乒乓要紧。咱若希望来参加阮的迄个啦啦队，阮若有迄个大家做伙来共襄盛举咱这边70年的这个活动，感谢。网球赛是这礼拜6，18号的下晡点半，伫台大网球场。乒乓球是4月2号，下晡点半伫教会吼。真正杜鹃花足水的，大家使去看。昨是开始尔，后礼拜6搁较水。咱教会乒乓队一直伫遐咧等咱去练习吼，逐日随时拢会使去练习。阮3个徛伫遮，平均年龄71岁吼。阮的运动会小组是71岁吼，所以任何人来拢有可能得到奖牌，拢有得到前几名。但不管哪，就是有参加就有奖牌。有啦啦队就有奖品吼，希望大家真正尽量来参加，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吼，特别是咱的囝儿孙来参加，伫遮鼓励大家，希望大家来参加。以上，多谢。奖牌伫遮吼，我们准备了几乎100面吼，所以有参加一定有的吼，谢谢。多谢罗长六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吼。我继续报告。第6点，培练会吼，咱即马3月阁有一场，3月第3场，主题是宣告的人生，时间是3月25暗时吼，是暗时7点。3月26有2场吼，甲以前同款。即边的讲员是台南新学院的院长吴忠明牧师。请大家会当招朋友来参加。第7点，咱4月初2有一个缅怀信仰前辈的影片啦吼，一个特别礼拜。需要已经安歇的亲人的相片甲资料。后礼拜截止日期伫后礼拜吼，3月19号，你才甲用 email 来教会，还是用 LINE 嘛会使吼。第8点。台新的校园会今年开始会奉献，今年开始会当交吼，会当交互思涵，也是局主长老。第9点，因为教会要大整理吼，70周年要整理，大家若有私人物品放伫个教会，请大家紧摕转去。阁有冰箱吼，冰箱即马要用内底若是有私人的物件嘛，请大家先摕转去。集体交通。咱敬听的社姊分姊妹吼，伊伫3月初7登去天顶，天顶的厝。个别礼拜伫个3月28拜二，
上午10点伫个二滨举行，咱求主来安慰彝族嘛替因来代祷。团契的消息，上年团契后礼拜日是有因的日例会，要请区美英姐来分享，请大家参加。第2点，换招团契今仔日中昼要庆祝成立20周年，20周年庆，有一个聚餐，其他请家己看。好，那三甲来吟诗，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，请起立。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恁种大家伫地，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要倒必回。请坐，白倒必回。